Nova Ultra Enhanced 高級 AI 驅動的電子郵件找取器是一款為市場營銷人員、研究人員和潛在客戶開發專家打造的強大網頁找取與郵箱提取引擎。該系統完全離線運行，並基於 JavaScript， 用戶只需輸入一個網址即可開始找取任何公開網站，並可選擇關鍵詞過濾、域名限制、分頁和智能啟發式規則。用戶可以調整最大找取深度、拼發數量、找取延遲，以及自定義用戶代理，如 Googlebot、Facebook Bot、移動端 Chrome， 甚至可使用代理或 Cloudflare Worker 來繞過 CORS。系統能夠自動識別並修正常見的域名拼寫錯誤，如 Gmail.com， 過濾基於角色的郵箱或無效郵箱，並可選進行 MX 記錄檢查以驗證郵箱可投遞性。